烧了！有救了！我手机呢？完了，可能是刚刚。蠢女人！怎么了？要不要去旁边坐会儿？不要，我要拦车回家，我要摆脱你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你等等我嘛！哎，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我看见你长什么样子了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。失败，看你那凶神恶煞的样子，还是我来吧。闪开！喂！ 真是人情薄如纸。如果以后我碰到，一定会停下来的。喂，蠢女人，你装死也拦不到车。哎，喂，你起来！你发烧了，你快给我醒过来！一个弱女子天天装什么女汉子？ 小空哥，小空哥，拦不到车，我背你走。我们现在就走。快停车！马上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 麻烦，这位大哥，我朋友病得很厉害，可不可以麻烦你送我们去医院？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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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所以你这次的角色呢，是女主角的好朋友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是很重要。正好你来看看这场戏，我觉得这场戏呢，你试一下这个。叶志偏，哎呀，我看你呀，最近好累呀，让我给你按摩按摩，好不好呀？是这里吗？我的手法是不是很棒啊？啊，对。 就这，哎呀，用力，哎呀，用力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好，舒不舒服啊？哎，这里吗？太舒服了，哎呀，太舒服了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你无耻下流！ 哎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哎呀，彻底完蛋了。我的女神，今天的事情，请原谅我。只有你，才是我叶波心目当中永远唯一的女神。你干嘛呀？
我还要去片场呢。啊！今天的事情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今天是那个女的，她又把我摁在桌子上，然后跟我说什么叶制片，你辛苦了，我给你按摩按摩哟。不是我让她做的。我知道了。麻烦你让一让，我要去片场。你看，我是带着诚意而来的。你赶紧起来吧，让记者看见了，还有你在这求婚呢。放我吧你！这大晚上的，你让我往哪儿翻滚呢？再说了，这哪有记者？芬妮，还是没打通吗？还是没找到吗？啊，那姐姐怎么办？我们出去吧，找救援。那好吧，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吧。那姐姐怎么办？别难受了啊！小白脸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调皮了。父皇和妖女一定没事儿，一定没事儿。说不定他们已经在外面等我们了呢。别难过了，啊。好两波，拿个拖把，快点！说你呢，还想不想干活了？好，行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那边。哎，我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记住，替我美颜起来。回头请我吃饭啊！你最帅，走你。哥，帅哥，来个巧克力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一会儿见到芬妮，听我说完对不起，一定要记得说，请原谅叶哥，记住没有？好的。就这5线最帅了你，已经。哎，芬妮，对不起。你别在这骚扰我了，否则我就报警。不是。哎，等着干什么？开工了！搞什么飞机啊？你搞什么飞机？谁搞飞机？走，都新娘走，白教你们了，白玩了，白忙活了。救他！鳄鱼啊，在这儿，来，喝一个，敬我们猜不透的那个